各位投資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美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10月20日嘅美東時間下午5點。今日美股繼續反彈嘅勢頭，表現幾好下。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升咗1.12%，收喺46,190.61點；標普500指數就升1.07%，報6,664.01點；納斯達克指數都跟住升1.37%，去到22,679.97點。上個禮拜累計嚟計，標普500同道瓊斯分別升咗1.7%同1.6%，納斯達克100指數更加係大漲2.5%，反映市場從之前跌勢中反彈反轉頭，投資者趁低吸納嘅意欲都幾強下。點解今次反彈咁有力呢？主要係企業業績超預期，尤其係金融板塊，好似高盛同花旗集團咁，第三季度每股收益分別大增46%同48%，投資銀行業務擴張成為收入嘅主要動力。另外，中美貿易緊張局勢有啲緩和，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將會同中國官員會面，為 APEC 峰會對話鋪路，市場對關稅措施嘅憂慮減輕咗啲。仲有信貸風險擔憂都降溫，雖然之前有 Tricolor 等公司破產，但連鎖反應嘅憂慮冇咁大，推動資金回流股市。低級買盤支撐下，科技股同金融股成為焦點，帶動指數整體回升。板塊表現方面，金融板塊領漲，受惠於強勁業績同交易業務擴張。科技股都唔錯，納斯達克100指數表現突出，反映資金回流成長型股份。不過，半導體板塊就相對弱啲，費城半導體指數升咗1.58%，可能仲有啲供應鏈同估值壓力。市場仲有啲憂慮嘅，信貸市場仲有脆弱性，好似摩根大通因為 Tricolor 嘅商業貸款損失咗1.7億美元，地區銀行如 Zions 同 Western Alliance 都有不良貸款問題，引發對金融體系穩定性嘅關注。貿易談判仲有唔確定性，稀土出口管制同關稅議題未完全解決，投資者擔心中長期關係反覆，可能影響未來情緒。展望今日市場，要留意美國通脹數據公布同中美貿易磋商進展。中國9月出口增長8.3%，係6個月最快增速，顯示海外需求轉強。呢啲數據會影響市場方向。另外 ，APEC 峰會即將舉行，中美元首會面可能成為短期關鍵事件，投資朋友要密切留意消息變化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